你们会用先来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上课要入册的词汇，大家要记得简单的吗？补助、补出、补出、专线、转线、转线、符合资格、符合资格、符合资格、助行器、出行器、出行器。阿爸很好，咱上特面出行器，提供政府有补助。错啊，很不用靠1966，也是长照专线。养猪会靠天马，很敢没用敢爱骗。也是专门的天马，靠过去700专人家hen服务。因敢700种申请补助啊，专人袂根据hen的情形提供补助。敢一样因79000好的。若是生活面上有要解问题，也是无利片的蔬菜，拢要用靠天马过来。唔是生意哦。两个跳下的奖片，会用做谱来学习家规切入的代数。这是专线电话，也是专门的天马，也是专门的天马。这是也是专门、专门。专门电话天马。那现在我们把这句话念一次哦。这是专线电话，也是专门的天马，也是专门的天马。打过去就会有专人替您服务，靠过去700专人甲hen服务。靠过去700专人甲hen服务，打过去，靠过去，靠过去，就会有专人700专人，700专人替您服务，甲hen服务，甲hen服务。现在这句我们再来把它念一次哦。打过去就会有专人替您服务，靠过去700专人甲hen服务，靠过去700专人甲hen服务。专人会根据您的情况提供补助，专人要根据hen的情形提供补助，专人要根据hen的情形提供补助。专人、专人、专人会根据、会根据您的情况、hen的情形、提供补助、提供补助。现在我们再把这句念一次。专人会根据您的情况提供补助，专人要根据hen的情形提供补助，专人要根据hen的情形提供补助。以上是会用理解单元输入语数的练习，期待爱多听多练习哦。